昨日新闻要来看婚林的消息，婚林4号国小举办社区联合运动会，除了比赛以外，更加安排学生做才艺表演。其中一个职能剧场，更加是头一摆伫校内公开表演，为社剧本组道具到演出，拢是学生囝家己来完成的。这出戏进前高得到节目人员局小剧场比赛第3名，囡仔甲大人拢看甲真心声。 4号国小举办社区联合运动会，那比赛学生嘛准备真济才艺表演，互家长佮来宾看。除了舞蹈、乐器，佮剧场的演出，每一个学生拢上才情。我们才艺表演，我们这次是定位为说，多元潜能的一个发挥啦。 其中一个职能小剧场的演出，是拄摕到节育人员局小剧场比赛第3名。学生为去年开始准备，对写剧本、做道具到演出，拢是囡仔家己做。这是第一摆伫咧学校公开表演，大家拢看甲真欢喜。孩子们自己设计，然后我们陪伴他们一起做。这摆经验，让学生对节育人员有较侪了解。大家演过了后，拢真爱欢喜，摕到好成绩，嘛互因真有成就感。 开心啊，因为没有演过戏，很有成就感。学习有真侪方法，除了读册，培养才艺，嘛会当互囡仔得到更加侪知识。